香港、澳門嘅街坊買三鄉退休咧係得嘅，但係唔好買嗰啲山卡啦，仲要幾十萬、100萬喎。今日呢度咧係三鄉嘅最中心噶啦，樓下咧雅居樂車站同埋咧商業街。呢隻戶型118方，單價6000幾蚊到8000幾蚊，對面啲入住佬咧已經去到70%左右噶啦。樓下1蚊雞嘅巴士翻拱北關口 T91可以翻到港珠澳大橋，呢邊咧就係主陽台，望出去咧都係小區嘅花園。呢啲實用同埋咧入住率非常之高，因為呢一度咧有配套，樓下3分鐘就可以上坦洲快線，翻拱北關口35分鐘自己揸車。呢個戶型118方，做到3+1房，主人房3邊6床位，加埋咧我哋呢個套間全部都有埋嘅，首期5萬蚊起就可以上車。三鄉可以買，一定要買有配套嘅地方。有興趣嘅哥姐咧，下方咧留言我發資料俾你。